Hello，各位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我係 Adi 啊。咁今日繼續回答大家問題啊。OK，入場冇計劃，出場冇準則，最後次次都係高買低買。如果你都想學識完整嘅投資部署，知道邊隻股票值得買，幾時入市最好，大市去向點走，一年跟實策略就可以持續獲利，就即刻 scan 呢度嘅 QR code，報讀我哋免費2小時嘅線上特訓班，掌握完整嘅投資部署。第一個問題 ，A Sir，你啲感冒好翻啲未？休息多啲，快啲好翻啦。多謝晒你啊，多謝。有啲學生送咗啲蜜糖俾我，一食完就好好多啦都。請問呢排汽車股弱勢係唔係可以趁低吸納？想問理想汽車有冇前景，可唔可以去翻115蚊？謝謝。咦？呢個問題好似答過咁嘅，唔緊要咯。嗱，理想汽車咧就未跌完嘅，你就千祈唔好買住啦。同埋揀都未必會揀理想汽車。首選我哋都係比亞迪同吉利咯，係啊，但係都係未跌完嘅，好大機會未跌完，係啊。再唔係就1110，佢就唔係純汽車股，係啦，但係就呢隻開始可以考慮啦，不過未買得嘅暫時都嗱。穿晒啦，而家會繼續跌落去啊！好大機會真係見2字頭嘅呢個勢頭，希望佢繼續保持呢個勢頭跌多啲啦。OK， 係啦，咁希望之前有人聽我哋講啦，50幾蚊嗰啲位係超貴嘅啦。OK，40幾蚊又係未夠平啊，而家30幾都係未夠平嘅其實。OK， 咁總之就小心啲啦，係啦。咁A Sir 你好，請問波浪理論中1928金沙嘅大一浪起點係咪25年嘅4月頭？好，睇下先嘅11個7開始計，應該如何數現在嘅浪形？謝謝你好，睇下先。係啦，嗱，你見到佢最低位，譬如我哋撳15年啦，你想知佢起點喺邊度咧？你揾翻最低位啦。OK， 咁然後再判一下呢個最低位咧，之前啲跌浪係咪真係齊晒啲浪？如果係嘅話咧，呢個就係個最低位。OK。咁之前啲浪我哋唔數啦，但係可以話俾你聽咧，個升浪起點咧係真係今年4月嘅。OK， 係啦，咁即係呢個位置啦。OK， 咦，變咗藍色。OK， 即係呢個位置啦。咁呢個咧好大機會係1、2啦，然之後咧呢一個係3嚟嘅，然後呢個sorry呢個係4、5。OK， 係啦，呢個第一個可能啦，但係最大機會咧，我覺得應該係1、2、3、4，然後呢個5，跟住呢個 A、B、C 咗。OK， 呢個機會大啲嘅，即係呢個係2，呢個係1，係啦。然之後呢個可能係另一個升浪開端，或者呢個係2嘅W 或者2嘅 A。OK， 咁而家呢個可能2嘅 B 或者2嘅 X， 咁而家可能再行多個Y， 即係呢度行多個 ABC， 行多個複合形態有機會，即係總之簡單嚟講，而家應該仲喺2浪裏邊嘅，因為成個市都要調整嘅話咧，我估計佢都會繼續調整嘅。再唔係就一係已經入咗3嘅1，咁而家2咯。OK， 即係短線嚟講咧，應該係會繼續調整嘅機會比較大嘅。OK， 但係平就平噶啦，而家都仲係平嘅呢隻，其實係啊，都仲係平嘅。OK， 但係如果你話成個可能頭先我第一種個數法，呢個先係一浪頂，咁呢個就係2嘅 A 咯，係啊，咁呢個一定係2嘅 B，咁呢個就係2嘅 C 咯。OK， 係啊，咁兩種數法其實嗰個結論都係一樣嘅，個結論都係會再向下跌咯，係啦，咁所以唔好買住咯，係啊，最好冇買。如果你有貨嘅呢啲位可以止賺先嘅，應該都好難止蝕噶啦，因為呢個都接近近呢幾個月高位之一嚟嘅。OK， 係。如果你係之前半年前任何時間買，應該都係比而家低嘅，係，所以應該止賺嚟嘅。OK， 跟住就係 Oracle 甲骨文有冇機會去到290蚊短期？哇，應該冇啦。OK， 應該冇。呢個星期內我買咗 ORCX 41蚊，買咗700個交易日，怕佢縮水，有冇建議俾小弟 ？Thanks。好啊，呢個好耐之前問，原來我而家先睇到，唔好意思啊，係啊，就係啱啱個編輯而家先擺咗出嚟俾我睇，係啦，咁應該會繼續跌嘅，其實未跌完㗎，我都話唔可以買美股㗎啦，特別係 Magnificent Seven 呢啲咧，
係唔買得㗎，其實係啊，即係太高啦個估值，真係太高啊，仲係未跌完㗎呢啲都係啊。如果嚟緊有反彈嘅話，你就趁反彈輸少少走啦，係啊。你買嗰個係 ORCX， 即係兩倍槓桿嘅 Oracle， 咁就大劑啲，係啊。其實我會咁講啦，你買之前咧，你應該諗定。你以後買股票之前咧，你一定要諗定買任何嘢都係跌穿邊啲位置，你就預咗止蝕先，就唔好等佢喂而家跌咗成差唔多一半啦咁樣先至嚟諗咧，或者係之前跌穿你買之前就要諗噶啦。其實跌穿咩位止蝕，你預佢升到幾多，你要有個預測，跟住計好啲值博率，跟住同埋有一個風險管理咁樣去玩先至得嘅，即係如果每一次個倉位係做幾多嘅倉位啊？如果今次錯係輸幾多啊？你要計好晒數先至去做任何，即係唔係淨係呢位朋友啦，係所有嘅人啦，其實都應該係要諗好晒先至做嘅。其實 OK 就唔好做完先至嚟諗啊，係唔好買完先至嚟諗。同埋呢度記住唔係賭場，唔好亂咁。你可以當賭場咁玩，但係通常當賭場咁玩嗰啲人都係會輸噶嘛。其實 OK 係啊，咁所以唔可以咁玩。最後贏定輸係睇你點樣做法，係睇呢個玩法嘅。其實 OK 好，繼續。A Sir， 請問你估計跌幾多個月或者會跌到咩水平？呢個啊，起碼跌幾個禮拜啦，但係跌幾多個月我都唔知啊。個水平就應該。呢個係 C1、C2 啊，而家係 C3，再 C4，再 C5，可以跌幾個月嘅呢啲。咁我估大概係21,200左右呢啲 range 咯。OK， 係啦，跌到幾多就唔知。總之起碼跌到有底背馳或者 RSI 點30，就係有機會見底，同埋嗰個浪係數得齊咯。咁而家遠遠都未到嘅，同埋你睇埋科指咧係好明確㗎啦，基本上科指已經係入晒調整浪啦。其實你如果睇翻我哋之前講咧，就係話10月頭係見頂啊！我哋話10月頭係見頂 ，OK 嗰陣時係啦，直頭9月尾10月頭呢啲時候已經話就嚟見頂㗎啦呢啲位 ，OK。然之後呢個位我哋都話見頂啦 ，OK。然之後你可以睇翻10月頭嘅時候，我哋係確實係話見頂。然後呢個 A 啦，呢個 B 啦，係啊。咁呢個可能係 C， 係。如果呢個係升浪，但係如果呢個係調整浪嘅話 ，A、B 咧，咁呢個係 C1、C2，咁呢個 C3，再 C4、C5，咁要跌多啲嘅。OK， 好明確入晒調整浪㗎啦，而家即係你睇下去翻7月嗰啲位置啦，而家已經 OK， 同埋呢啲咁樣嘅圖形咧，多數90%都會繼續向下嘅，其實 OK， 咁所以叫咗你哋小心啲㗎啦，我都係啊，嗱呢啲。肯定係調整嚟㗎，冇可能唔係一個調整嚟，已經跌緊啦。不過係恒指跌得唔係好多，因為有啲傳統股撐住啫，係啊。但係科指都好明確㗎啦，同埋好多股票已經跌得非常之明確㗎啦。其實講緊啲成分股啊，係1211啊、2382啊、700、9188呢啲都好明確㗎啦，已經入晒個跌浪㗎啦。其實係啊，所以小心啲啦。總之，跟住睇下先。都係話 Now is up over 27200 You still think it will drop？ 係啊，我哋都會繼續認為佢係會跌嘅。OK， 即係我哋講過啦，即係睇信號，唔係真係睇你逐日幾多點，其實冇意思嘅嗰啲。你真正識睇股市走勢嘅人係睇圖啊嘛，起碼都你唔係睇呢啲係冇用嘅。你睇嗰一日幾多點，其實你要係整體成個形態同埋有冇見頂嘅信號，係同埋成個圖形個形態去判斷嚟緊個市點樣走啊！講真，不過判斷個市點樣走係其中一樣嘢啦。OK， 咁今次我哋都係啱嘅，其實 OK 嗱。你話全年嚟講咧，我大概複述一下啦。3月嘅時候我哋話見頂啦 ，OK， 咁事實上呢個真係見咗頂咯，係啦，跟住真係急跌啦，呢個跌咗5000點落嚟啊，咁成功避開呢一下啦。OK， 差唔多摸頂走啦呢條位啊，呢個位係24,000幾點，我哋24,000左右呢啲位置基本上都走晒，然後避開呢下跌，然後呢個位置就話反彈啦 ，OK， 然後彈到去5、6月呢啲位咧，我就認為可能係會開始向下跌啦 ，OK， 點知錯咗，呢度就真係錯咗啦 ，OK， 然之後就
坐咗之後我都話會向上噶啦 ，OK， 跟住呢個位我都話可能會向下定係繼續反彈，我唔確定 ，OK， 咁都當錯啦，係啦，咁呢兩下咧就以為會跌，跟住結果唔係啦，但係呢下我都話唔確定嘅其實 OK， 但係呢一下咧我都話會繼續上嘅，呢啲我呢度話即係一升穿之後就會繼續上，然後呢一下我哋都話見頂噶啦，呢一下係就係見頂啦。OK， 所以呢啲位係都係啱嘅，其實你見到 OK。上年嗰下升更加捉得非常之好啦，即係25點揸上嚟嘅，揸到25、24啦嚟到 OK。然後呢一下都話會跌落嚟嘅，都係啱咗噶啦，基本上 OK。然後呢個都話會反彈嘅 OK， 係啦。然後呢個都話繼續跌啦，而家應該會繼續跌嘅 OK。所以真係錯，我諗係有兩下呢度話反彈，但係啲錯咧就不停俾人放大啦。不過我都明白嘅，因為有好多人佢係要揾人去即係祭旗啦，係啦，即係或者應該咁樣講，有啲人嘅心態就係佢要揾啲人去聽完佢咁樣講，實質上即係舉個例子，佢自己係睇升嘅，佢自己係睇升，然後佢就聽咗我哋講話跌，跟住就會話我同你做相反啦咁樣，其實佢根本自己係諗住買升嘅本身，只不過咧佢到時萬一佢自己睇錯嘅時候咧，咁佢咪話早知都話唔跟你㗎啦，都話你係錯啊咁樣，即係你明唔明啊？係有啲人係要揾藉口去即係去判斷翻自己嗰個決定唔係錯咯。OK， 係啊，咁我都明白嘅，我都見太多呢一類人啊，係啊，所以但係個問題係咧，呢一種心態個心底裏就係佢要揾藉口去維護自己嘅錯啊，即係唔肯面對自己係做錯，咁咪唔得㗎。你長線喺個股市度玩，你唔肯承認自己嘅錯誤咧，咁你係贏唔到嘅。長線嚟講真，你一定要承認自己點解會睇錯咧？即係就算好多我哋呢行投資導師或者係金融業嘅人都係有一啲即係都少數嘅，係就唔肯承認係自己係錯，或者係唔肯話俾人聽模棱兩可咁樣，係啦，即係驚睇錯嘅時候就係俾人話，因為你知呢個世界太多嗰啲唔好嘅人啊嘛 ，OK 係啦，咁所以佢為咗保護自己咧，嗰啲都盡量唔係好講方向嘅，甚至講個方向都會好驚嘅。你見佢哋講嘅時候係啊，因為佢可能驚冇一份工或者冇一啲生意啊嘛，咁我哋又唔怕嘅，所以冇乜所謂。OK， 咁總之就想講嘅就係你一定要不停去檢視啦，即係睇翻個方法有冇錯啦，自己個方法然後錯嘅時候睇下點解錯，係咪合理嘅錯啦？如果唔係嘅話，係咪睇下點樣可以再改善翻啦？我哋都遲早有咁做嘅，其實。好，咁繼續啦。是的，我也相信會有幾千點跌幅，就把 MPF 轉保守等跌市，但現在不停的升，應否轉回出來？其實唔使啊，即係唔好為咗嗰少少嘅升跌而去係咁亂咁買咯。即係簡單嚟講咧，你淨係睇個市走勢，其實呢啲講真係冇乜意思嘅。你咁樣去，譬如做呢啲 MPF 嘅長倉啦 ，OK， 其實嗰啲應該用個估值嚟到去做啊，即係你應該係用個估值，究竟而家啲股票係平定貴？究竟即係舉個例子啦，我哋成日講388 ，OK， 港交所咁樣，即係譬如佢25倍 PE 或以下呢啲位，你咪買咯 ，OK， 係啦，咁你咪 long 咯 ，OK， 但係佢去到40倍或以上嘅時候，咁你咪 sell 咯 ，OK， 即係其實就係咁簡單。咁有時你40倍 PE 賣完，點知佢又升到45倍喎？有時升到60倍添，但係呢啲10幾年先一次嘅 ，OK， 咁你咪由佢咯。咁有啲人係會話你又錯啦，係啦，45倍咁升到60倍 PE， 講真，如果你有40倍都仲要揸住佢升到60倍 PE 都仲要搏上去嘅，咁就祝你好運啦，係因為呢個機率係極度嘅低嘅，即係連10% 都冇，因為10幾年先一次啊嘛，係咪？咁你40倍係好合理嘅，因為幾乎每一年咧個頂咧都係38倍或以上，跟住就見頂噶啦，跟住見完頂就幾乎每一年或者每2年最少每2-3年都有1-2次就係跌翻20幾倍 PE 嘅，咁呢啲就係高機率嘅嘢咯，即係你唔需要捉晒，哇嗰年升到60倍我就要捉到60倍，冇可能嘅 ，OK， 即係好似恒指咁樣，我哋知15,000點係底啦，我哋知佢應該會上翻25,000、24,000呢啲位啦 ，OK， 咁去到呢啲位咪賣咯，點要上到27,000咁咪由佢咯，你明唔明啊？但係佢一定會跌翻落嚟噶嘛，其實係咪
係啊，佢唔會直線升噶嘛，就算直線升咪由佢咯，因為真係太高嘅話，你追嚟都冇意思啊，係咪？所以你要真係要明白，你唔要捉晒所有升跌係冇可能嘅，其實 OK， 而係全部係有把握嘅升跌就要捉咯，但係冇把握嗰啲咪由佢咯，咁佢升咪由佢升，跌咪由佢跌咯，因為本身嗰樣嘢都冇信號，即係好似4月呢一下根本都冇信號買入，咁咪唔好買咯，係咪？即係唔使夾硬去捉晒所有嘅升跌嘅，冇咪唞半年咯，係咪？冇所謂㗎，跟住梗有下一次機會嘅。OK， 唔識玩嗰啲咧，佢就會覺得成日冇機會，即係一次兩次嘅呢啲升，覺得係人生唯一一次機會咁樣，因為佢唔識，佢唔明白個市場，佢唔知道其實有好多機會，佢以為就係得呢一兩次機會，所以成日每一次臨尾結尾啲急升嘅時候咧，先至衝埋去追，係啦，咁嗰啲散戶就係咁樣嘅心態，所以每一次都係摸頂買咯，而每一次摸底嘅時候，即係見底佢哋又唔敢買，就係咁嘅原因咯，係自己心理上嘅問題嚟嘅，其實 OK， 好啦，繼續。A Sir 想問真係幾時開始大跌？其實已經開始咗㗎啦，10月頭嘅時候已經開始咗呢個大跌㗎啦。不過你話係咪真係大跌？我認為一個正常嘅調整咯，跌幾千點唔係真係大跌嘅，我覺得係啊。我由4、5月前聽你講回調，印象中你話會跌幾千點，現在幾個月內只跌得嗰2000點。呢個 comment 唔係好啱，同埋你印象中都係估下啦。頭先我講咗啦 ，OK 係啦，即係我哋呢度啱啦，然後呢下我哋話會反彈，然後呢啲位置咧我哋確實話會跌，但係你都要預萬一跌唔穿，因為你每次啱噶嘛，冇人可以次啱到啊。其實即係我哋命中率已經算高噶啦，講真嗰句，即係第一好多人根本連俾個方向都唔夠膽俾，係啦，就模棱兩可講到似是而非咁樣話俾你聽，又會升啊點跌啊點，其實就冇講過話俾你聽升定跌 ，OK。咁你話印象中跌幾千點，跌得嗰2000點呢度，我就係講緊呢一下10月呢一下，跟住呢下反彈上嚟嘅啫。OK， 而家個勢好明確，已經係會繼續向下跌㗎啦。其實 OK， 但係最後呢下係橫行定係真係會跌落去，我唔知。但係科指好明確已經係跌咗落去㗎啦。OK， 繼續啊！我當時就開始買7500，當時大約恆指25300左右，哇！23500，即係呢個位啊，唔係啦，6月咯，我諗係6月7500，我買入價位2蚊左右，已接近 all in 買入啊。嗱咁樣講啦，其實唔可以就咁就匿埋眼就 all in，你一定要預止蝕，即係你要預萬一錯嘅時候要輸幾多，唔係亂咁就咁聽人噏兩句就 all in 嘅，講真，你都唔可以聽巴菲特咁樣跟住就 all in。即係舉個例子，巴菲特早排買咗呢隻 SDC，OK 係啦，呢隻 OK 200幾蚊買嘅佢 OK， 然後買完之後咧就跌咗一半。OK， 200幾蚊買，跟住100幾蚊又買，100幾蚊又買，而家係跌到130蚊啦，260蚊跌到130蚊，即係跌一半。OK， 即係你話跟住就跟巴菲特買，跟住就話錯。咁雖然唔可以話錯嘅，但係佢買個 timing 唔靚咯。咁你睇多3年、5年、10年，佢最後都係啱嘅可能。OK， 但係你都要留意，佢呢度原來攞咗啲散紙去買嘅啫喎。OK， 佢可能攞唔夠1% 嘅錢嚟到去買，或者攞咗2% 嘅錢去買呢隻嘢，所以嗰個風險管理同個控倉咧係比起你睇中嘅事係更加緊要，唔可以就咁聽人噏兩句，跟住就 all in 走去買一隻咁樣，係個做法問題啊。其實係嗰個做法，同埋你要諗啊，萬一穿錯嘅時候穿邊啲位，我哋都講明啊，穿邊啲位要止蝕嘅，即刻唔可以就咁一路買完就一路係咁捱落去，係唔得㗎。其實特別係你沽空。係啊，如果你長線咁做，即係唔好話嗰次係錯啦。如果就算上次我哋係啱都好，遲早有一次係錯啊。咁錯嗰次你就輸身家噶啦。如果長期你用呢種做法去玩嘅話，而即係我見到從你個問題見到咧，你呢種做法咧，最後係好大機會令你輸好多錢。OK， 而唔係因為聽邊個講定係嗰次啱定錯，即係我就算當你嗰次係啱都好，但係你之後遲早都有一次係錯噶嘛，你明唔明啊？咁所以現時係咪仍然堅持及好有信心升唔穿27300？
我係有信心升唔穿嘅，其實係啦，但係你都係要預最差情況止蝕先得噶，唔係有冇信心升唔升得穿跌唔跌得穿嘅問題，而係你要預咗無論幾有信心，你預9成9會中都好，你都係要預最差情況就係升穿乜嘢位我要止蝕，你一定要預咁樣先得噶，唔可以當自己啱緊咁樣去買，係唔係幾有信心嘅問題啊？其實 OK 係如果係我就繼續再加倉7500。唔得㗎，你咁樣嗱，即係咁樣係咁錯嘅時候溝貨咧，係做錯，唔係你呢種操盤方法係好有問題啊！你呢種操盤方法唔係啱定錯嘅問題，而係你咁樣做嘅話咧，你長線係一定會輸大錢嘅，每一次一錯你就輸好多，係你咁樣做係必然，我見好多人都係犯呢個錯，特別多數嘅散戶都係咁樣，佢唔明白點樣做風險管理，而係總之聽邊個噏完，或者佢自己覺得係點，有幾有信心，跟住就衝埋去做某啲倉，冇諗過錯，就好似每一次買落去都當贏緊咁樣咧，呢一種先至係令我哋輸錢嘅最大問題嘅來源，就係你要操盤嘅方法咯。然後錯嘅時候好有信心㗎，唔會穿㗎，呢度再 all in 再加落去啦，借埋錢加落去啦，係唔得㗎，唔係咁樣做㗎，而係每一次我呢度沽空都好，升穿呢個位就呢個位沽空，然後呢度做 stop，OK， 咁我輸咗咁多，中我就賺咁多 ，OK， 點知錯啦 ，OK， 呢度我假設我再做 ，OK， 我再做個沽空，點知又錯啦，我又輸呢度，即係舉個例子啊，呢度中我可能預賺3000點。錯嘅話我輸500點，呢度我又輸500點，中我又係預賺3000點，然後呢度我再做 ，OK， 錯嘅話我預輸500點，或者我當輸1000點啦 ，OK， 中嘅話呢度係5000點嘅，因為已經係拉高咗啦，所以嗰個空間我哋空間係會大咗嘅。結果今次中啦，咁你5000點，你3次加埋可能都係輸2000點，你明唔明啊？即係應該係嗰個操盤方法應該係做。然後預咗升穿止蝕，預咗下次再有信號再做升穿止蝕，然後再有信號再做中啦，跟住一次就賺翻。呢個就係值博率嘅問題，因為我每一次我呢度係1:5，我呢啲係1:6，呢啲係1:6，即係我6次中一次我已經打和啦。咁而家3次中一次我已經係贏翻錢啦，我已經係正3000點啦，咁樣做。你明唔明啊？你即係呢個先係風險管理。你要投機嘅話咧，你要長線去玩去贏，你要係咁樣做先得㗎。但係我見到嘅就係你哋大部分人咧個做法就係亂咁聽人噏，然後錯咗唔肯止蝕，然後結果呢度咧可能我當你23,500 OK 係啦，結果捱到27,444啦，其實最高係咁，我當呢度係輸4000點，輸緊4000點，然後落翻嚟嘅時候打和。我又平倉啦，或者賺少少去到23,000，賺500點我就走啦。好多人都係咁 ，OK。咁結果如果你真係錯嘅時候，你輸成副身家，你輸4000點，你輸6000點，即係如果繼續升上去嘅話，你係可以輸6000點，輸8000點，可能你都唔止蝕，到時成副身家輸晒都唔肯走。但係中嘅時候咧，你又只係賺500點就走，可能落到22,000或者23,500你就走 ，OK。咁你每次可能賺1000零2000點咁樣。跟住你每一次一輸咧就輸幾千點，即係如果你呢種做法，最後個結果一定係咁樣嘅。其實大部分人我見都係咁樣嘅，個重點係在於個操盤唔識操盤咯，但係又唔去學操盤，甚至我見到出邊好多投資導師都唔識嘅，所以佢哋都冇教到人，亦都冇辦法教人，因為佢哋都唔識。OK， 但係呢個係你真正贏錢同輸錢嘅其中一個關鍵因素嚟嘅，呢個你一定要學識佢先得㗎。其實係啊，即係。我就咁睇，即係個重點唔係啱定錯，即係我真係舉個例子，呢啲位置我哋沽空就23,500沽空 ，OK， 升穿呢個位可能當24,200，我輸700點 ，OK， 如果你止蝕嘅話，然後呢個位我當我哋再做 ，OK， 呢個位可能大概25,000沽空 ，OK， 當26,000啦 ，OK， 我輸1000點又 ，OK， 然後呢個位我又沽 ，OK， 27,000點沽，係啦，跟住冇錯啦，今次如果錯嘅話，大概輸500點。因為27,444點見頂啊嘛 ，OK， 跟住今次中啦，如果中落去咧，好大機會係21,000左右啦，我估當22,000啦 ，OK， 咁你就賺5000點啦 ，OK， 咁你呢度輸都係輸1,700點，輸1,700點，咁我賺翻5000點，如果中嘅話，咁我都仲賺緊3,300點，但係以你嗰種做法咧，你都仲未贏錢嘅，呢度同埋你諗下，我呢度27,000。去到25,000幾，去到25,000、5,300我已經打和啦。其實去到今日我已經係講緊輸500點啫。但係你嗰個操盤方法咧，你而家仲輸緊成2000幾點。OK，
個操盤係好重要好重要㗎，係啊，同埋如果你咁操盤方法好大機會真係落翻23,000幾賺1000幾百點你就會止賺㗎啦，或者係打和咁就走，所以大部分人咧都係咁樣做法嘅話，佢結果咪成日都係輸咯，即係整體拉勻都係輸咯，其實呢個係散戶嘅一般最大嘅問題就係咁樣咯，係啊 ，OK。老師好，最後一題，老師請問小鵬幾時跌啊？想買紅？咦，小鵬好似跌咗好多咯，小鵬係啊，跌咗好多咯，小鵬係懸崖式咁下跌咯，係而家尋日跌成10%，仲會繼續跌嘅，小鵬都係啊，見頂噶啦，已經見咗頂噶啦 ，OK， 全部汽車股都非常危險，會繼續跌，但係而家買紅又遲咗少少咯。係啊，應該10月頭或者11月頭呢啲時間就買咯。係啊，呢隻嘅話係啱啱1個禮拜前。係啊，你問個 timing 都靚喎，其實差唔多摸頂嘅時候問。係啊，不過我遲咗覆你冇辦法。係啊，會繼續跌咯，只能夠話俾你聽。但係呢啲唔係我哋買跌嘅信號咯。係啊，美股反而係。係啊，美股嗰邊都跌緊㗎啦，你見好明確跌緊啦。係啊。咁我哋沽空咗㗎啦，而家賺少少啦，係啊，賺緊幾百點啦，應該係啊，唔係喎，1000點都有喎呢度，係啊，賺緊1000點都有 ，OK。咁啊，好啊，今日就係咁多，多謝各位。咁我係證監會嘅持牌人士啦，持有459個牌照。今日講過嘅388、1928、9868咧，都係冇持有嘅，多謝各位。咁覺得用嘅話就幫手 CLS 一下啦，多謝晒。好，再見。Weibo 一買一賣美股交易比一般券商節省3.98美元，一買一賣港股交易比一般券商節省30蚊，每筆交易慳翻差唔多2杯咖啡錢，一年計落都慳唔少。11月開戶優惠全面升級，可享全年最高獎賞，入金越多賺越多啊！依家成功開戶即享價值約400蚊嘅英偉達 Nvidia 股票，開戶入金或者轉倉1萬蚊，可獲價值約800蚊股票；開戶入金或者轉倉8萬蚊，可獲價值約2000蚊股票。坊間只有1600蚊咋，20萬以上最高可獲價值約10萬蚊股票。揀啱平台先可以真正節省股票交易成本。聰明嘅你一定要拒絕做蝕本生意，用 Weibo 無論新舊用戶都可以享有零佣金、零平台費交易美股，零佣金、零平台費交易港股。美股期權每張淨係0.2美元，每筆最低1美元，冇隱藏費用，即刻 scan QR code 開戶啦。好多人以為短線交易賺錢係快啲嘅，但事實上呢，中長線嘅交易係更加適合絕大部分人。我花咗20幾年向巴菲特、索羅斯等等呢啲投資傳奇學習呢套系統，睇咗超過400本書、10萬幅圖，仲教咗超過2000個人，濃縮成今日呢個投資特訓班，用一個簡單易明嘅 formula，令你1晚之內幫你提升幾個層次，最少都教識你幾個新嘅理論。今日我會喺呢度絕密公開俾大家。